歡迎嚟到讀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1月24日 AM730。范冰冰自從被捕陰陽合約逃稅，已經遭內地封殺多時。之後佢轉戰海外發展，亦都幾順利。日前舉行嘅金馬獎，冰冰就憑馬來西亞電影《地母》首奪影后，但係佢未有出席頒獎禮。之後工作室喺微博發文恭賀，佢亦都上載喜極而泣嘅相，但係兩條貼文唔夠12個鐘，都同時被消失。范冰冰封后之後，佢嘅工作室喺微博發賀文，恭喜獲得來自寶島嘅最佳女主角。而范冰冰亦都有分享個人照同埋食物照，仲開心咁寫住啱啱回覆晒所有好友嘅600多條祝福信息，食咗3隻大閘蟹，而家有啲幸福，有啲懵。雖然文中並未提及台灣或者金馬獎等等字眼，但係仍然喺未有預警之下，被微博刪除呢兩條貼文。范冰冰昨晚就轉去 IG 發文，大晒獎項照，並且表示話之前嗰晚佢對住導演發來嘅4座獎盃照片睇咗好耐好耐，喺吉打拍戲時嘅點點滴滴又浮現翻喺眼前。嗰個專業嚴謹又充滿人情味嘅劇組，嗰個安安靜靜彼此守護嘅創作空間，佢大讚導演喺各種壓力之下堅定地支持佢。就算拍攝條件好艱苦，但係馬來西亞劇組裏面嘅每個同仁臉上總係掛住燦爛嘅笑容，全心投入住自己熱愛嘅事。冰冰又話係你哋令到呢部優秀嘅馬來西亞電影得以誕生，創造咗奇蹟，亦都令華語電影人嘅執着被世界看見。殺青嘅時候，冰冰話過呢一個充滿電影熱誠嘅大馬團隊令佢永生難忘。真係好想一直就咁樣同大家一齊走落去，同佢哋共度嘅每一日都非常溫暖。范冰冰又話呢一件事已經悄悄成為佢心底裏面最珍貴嘅收藏。最後冰冰有感而發話：而家我想講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風雨過後見彩虹。吉打天空嗰度絢麗嘅彩虹，永遠係我心中最美嘅風景。謹以此心獻給親愛的你們。佢仲用馬來文寫咗一句：我愛你們。